继续来看这个疫情大爆炸，上界辛苦的就是第一线的救护人员。都有乡亲讲，伊住伫个台北的艋舺，敢若一暝哦，这个救护车都来20外抓。啊，这救护人员为着要协助有疑似症状的患者来就这个救护车，虽然讲这个天气真热，也是爱规身躯包甲目睭睭，是安尼规身躯的冻干。啊，而这个疫情的关键时刻，清洁队员讲，也是有拄到无挂喙罨就来等粪扫的患者。另外，还有台北市的长照中心疑似来爆发到院内的感染，这个疫情就亲像是微波弹，一粒接一粒一直来逼开，咱的乡亲一定要谨慎，提高警觉。又是一个要去隔离，已经动不了了。半暝自号和救护车的声吵精神，这是台北市的艋舺救护人员全副武装将病患送去病院。每天一直在楼下这样，每天的营营往往的，一天该有20台左右吧。这个查某人虽然讲会使家己行落去楼骹，毋过扫甲徛袂在，像这款敢若有呼吸镜头的，第一时间台北市相对派遣专职救护队来协助，专门伫处理有这款镜头也是体检阳性患者。总共4个高级救护队8台救护车，更加承受民间的马术来处理更较侪疑似的案例。有时一天上少有几百件，第一线人员是无闲甲并过，毋过依然有民众无要配合。来等回收物件，无挂喙罨，佫骂清洁人员，而且佫毋是头一摆。有些也是不以为然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反正不关我的事啊。我现在真的是人怕人呐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，一定都是会这样子害怕啦。因为收粪扫本来就是徛伫第一线，面对有人无爱配合，当然只能先肃静嘛，无用去甲检举。今嘛出现更较严重情形，台北市有长照机构敢若有院内感染，这间院所总共有238床，伫5楼楼的人员拢总来采检，就是因为昨日有一个80外岁的人雄雄发烧，而且发病前2天，伊搁要到高二厅去活动，有拄到的人甲工作人员，今嘛有23个，拢爱去采检，毕竟会带入长照机构，大部分拢是老大人，嘛较有慢性病，进前伫其他国家拢有发生过严重的院内感染。所以讲，这风险较悬的族群，真正都爱特别细致。